大家好，我係4B 班嘅黃月華。大家好，我係4B 班嘅李婉南。今日我哋教大家接一隻可愛嘅兔仔。首先準備一張正方形嘅紙，然之後將佢對折，打開，對住中間嗰條痕對折，嗰邊都係。然之後將4個角都折成三角形，然之後將4個三角形都打開，對住中間嗰條痕對折，拉落嚟。另外嗰4邊都一樣嘅動作。然之後將其中一個正方形向後折，再向後折，再將另一個正方形向前折，再向前折，然之後對角折，折成咁樣，然之後翻過嚟向前折，對住中間線折，拉上嚟，再拉兔仔嘅腳仔出嚟，最後將兔仔嘅鼻哥整入去，就完成咗一隻可愛嘅兔仔啦。如果大家想接一份小禮物送俾家人、朋友或者係同學嘅話，都可以送呢隻咁可愛嘅兔仔俾佢哋㗎。